花开，然后花谢，星汉灿烂，不知何时熄灭。而人的一生和这一切相比，不过短暂的一瞬间。而就在这一瞬间，我们诞生，我们欢笑，我们流泪，我们受伤。喜欢某人，憎恶某人，郁郁绝望，播撒希望。每个人只有一种命运：战斗的人，输掉的人，坚持的人，受挫的人，成就大业的人，被时代抛弃的人。残酷或温存，汇聚成了历史那些事。历史是镜子，正是我们的人生。